今天是熬夜教父受邀前往香港，参与万众期待的电影版《寻秦记》星光大道红毯和首映礼的夜景。除了等待已久的忠实粉丝，现场更有总监制古天乐带领一众主演，包括林峰、轩轩、郭建妮、滕丽明等亮相。一起來看看現場盛況吧。你有啲咩説話想同大家講啊？會議份嚟。英文啊嘛，英文啊！好開心啊！首先真係呢部戲由學師妹一直都上畫都自己咧一直都好期待啦。咁啊，終於今日可以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啊，喺未解答你嘅問題之前，我有句説話想講嘅。喺呢度好想多謝阿黃奕先生，因為有佢先會有尋秦記。多謝。第二次都好想多謝阿智叔會計師，係啦，因為有佢先會有古博士，咁我想喺度多謝佢哋。首先好感動先啦，因為可以尋秦記喺20年之後仲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，咁好難嘅呢件事。好多謝我當年可以遇到我老闆嘅當年佢的而且確係教咗好多嘢，而家都仲代錢落我袋。今次其實平時我哋都有相見嘅，大家同一間公司。咁其實最好嘅地方就係話好多時拍攝嘅時候，一埋位，其實大家個默契已經喺翻度，唔需要諗任何嘢，唔需要擔心任何嘢。咁我作為一個演員嘅角度，我自己覺得呢個感覺係好重要。當年梗係有分別啦，咁嗰時係一個《尋秦記》係我第一套嘅劇嚟嘅，其實係啦。咁25年之後可以出現翻一套電影版嘅，好感謝古老闆。其實喺角色裏面，我諗成套劇最變嗰個應該係我，因為婚姻嗰度冇改變，環境冇改變，外貌冇改變，形象都冇改變。我希望啦，可以能夠令到大家帶翻去20年前嘅尋秦記，天命最高，天命最高。